风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一牵成，二好运，三在情。意思是一个人想要成功，有人提拔上介重要。第二是运气，能力敢若排伫第三位。也就是讲，就算你搁较有实力，想要完成理想，嘛是需要贵人相助。因之尾若对着关老爷，时机一到，就有成功的机会。现实就是安尼，不管你是毋是有认同，人缘有时比能力较重要。依照星座专家的研究，上有人缘的星座双子座，伊爱交朋友反应真好，伊个也要包装。天秤座的人交伫手腕真高明，真好分析，而且万项代志做甲真周至。天蝎座的人真了解人性，愿意为身躯边的人适时的做调整，真有个人的魅力。这星座先天就有成功的条件。今日讲的俗语是一牵成，二好运，三在情。